大家好，很高興現在大家，我叫李正泰，我今年34歲，我今年在希望，我目前在希望希望紅所我目前在申請家人是小人，謝謝先生是我今晚喺幫我們屋子喺咖啡，我愛你我的工作喺龍興，我就有個人爸爸媽媽哥哥妹妹和我謝謝聆聽。